电的度数会降5%左右，安尼有济无？足济呢。所以风台天有真济好。圣经内底甲咱讲人讲咱耶和华的殿中去，阮就欢喜，阮就快乐。所以来到耶和华上帝殿中，大家是欢喜佮快乐的。咱也祈祷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咱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拢是较无来耶和华上帝殿中，含众人三甲做伙欢喜来敬拜咱的主，咱的上帝。为着这个来祈祷，也为着咱的教会伫主的面前继续来祈祷。这是耶和华上帝欢喜的殿，是一个听上帝、听人的教会。所以咱的教会要诚侪传福音的教会、宣教的教会。咱7月、8月有真侪遮的宣教服侍的行程。所以咱会特别为着教牧同工因真侪的无用，为着遮的细囝青年咱的宣教的同工，为因祝福，为因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来宣告。这是耶和华上帝祝福的日子，借着咱也去祝福着众人。咱也为着咱的教会继续伫主的面前来祈祷。传福音上界大的一个终极的目标，就是至到我甲阮的全家，阮拢要来信靠上帝，拢要来服侍耶和华上帝。所以咱就为这三项代志，同齐伫主的面前来感谢、来祈祷、来宣告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圣哉，圣哉！你是主，是上帝，你亲自引带阮。万军的耶和华，阮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的听从，你的慈爱对过去到现在一直拢伫咧。主啊，当阮来邀请你，当阮甲你同行的时阵，主你就欢喜徛起伫阮当中。主，这是一个祝福的风台天，愿上帝你亲自赐恩保守帮助阮。互阮伫这个风台天的日子，会当因为有主你家己的恩典同在，愿领受对你所来的平安福气，互兄弟姊妹有这款的信心，有这款较无甲上帝、甲兄弟姊妹三甲做伙组织敬拜的恩典甲信心。主，阮仰望你，多多你是阮的倚靠，多多你保守看顾伫阮的身上。阮为着所领受的恩典来感谢。主啊，互阮会通伫这个风台天来享受上帝你所赏赐迄个凉凉的天气，享受上帝你所赏赐互阮伫风雨中的平安。你是主，是上帝，你看顾，你引带，你清气，你圣洁，你保守，互今仔属你的百姓伫你的面前超找仰望你的面。耶和华，我仰望你，使阮伫所亲爱的兄弟姊妹。保守看顾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做迄款听主的心，愈来愈热诚，愈来愈纯洁。主，我要感谢你，要学了你，要宣告讲，因为你的听从，你的怜悯，甲你的百姓三甲同在，所以阮就会当10分的欢喜。主，阮阁感谢你，为着7月、8月教会兄弟姊妹教牧同工有真济遮的服侍。加倍的服侍，加倍的祝福，充满伫阮之中。主啊，你所赐予阮何等的美妙！感谢主，因为你的信息主爱存到万代。主，你应允讲是，阮也是会当听谈你的话。主，你就伫当中来保守看顾阮，互阮真正因为阮照主你的话去行。主，你就要甲阮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感谢主，将这个平安稳定祝福伫你所听从的安乐圣教会，伫圣安圣教会，愿颂赞归于你，愿你的百姓，愿你所听从的正义路，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不但是伫俗世的生活，愿徛起伫这个物质的世界内底，愿满得上帝的恩典。主，愿伫灵性的世界内底，通过上帝你圣灵的扶持甲引带，愿坚固搁有力。感谢主，你的听从，愿颂赞荣光归于你。感谢主，天父上帝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你慈爱的怜悯、听从甲照顾，要束缚伫阮的身上。主是人讲，咱耶和华的殿中去，主，阮的心就欢喜，阮的心就快乐。耶和华，你的圣殿何等的美好！阮你恳求一个代志。互阮一生一世踮伫耶和华的殿中，伫主你的面前来求问。
主安尼，阮的路就要因为你的引带，充满平安，伫苦难中的力量，伫患难中的祝福。你是主，是上帝，你安怎样讲，就安怎样成就。主，你继续赐恩伫你的教会，互你的教会会通伫各样的环境当中，靠主有力量，按照上帝你所托付阮的，主互教会满了听主你的百姓。永远也彼此相听，做教会承担起这个传福音宣教的祝福甲责任，互阮会通伫这个世代成做上帝你欢喜的荣耀顶戴。佮感谢主，你继续赐恩引带阮，互阮为着阮厝内面的人祈祷，为着阮的厝边隔壁祈祷。主，互每一个家庭，互阮甲阮的全家，拢敬拜耶和华。因为敬拜耶和华，迄个家庭要对上帝领受真正的平安，永远的活命。愿上赞荣光归乎你，平安喜乐疼痛祝福伫你的正义路，甲每一个家庭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下面的时间来请报案员报告。歹势牧师今仔日呢要去这个公山圣教会。了，等下报告的第2点吼，各位再看一下，这个部分吼，咱还阁会开会，就是因为这当中救主堂咧望讲，看是毋是会转来咱教会这个所在遮，或者是扩大一个点，所以呢，这个部分可能爱7月中旬以后开会了，会阁甲咱报告，暂时目前是伫救主堂参加国家这段的直播，谢谢。我来，甲时间交到不完呀，小弟先报题，谢谢，上帝祝大家平安。兄弟姊妹平安，我来做小弟的报告。第一，着牧师等下要前往去公山圣教会要正道，请为着牧者来侍奉得咧出入平安来到。第二，8月初9，礼拜六10点到下晡5点。国家这团伫台南救主堂要来参加后直播这个聚会，敬仰兄弟来参加，同心为着国家族团来守望。第三，8月25至8月29，就是拜一至拜5举办的敬拜训练营，地点是活水教会营会的资讯，伫这个参考招待桌顶悬有报名表。咁有补充报告，无即是要请敬拜乐团。大家平安。伫线上的兄弟姊妹，望咱也已经侦查完全，咱闭本心来到主的面前，就是你的厝内面，拢是共款。总是阮足希望咱看到你就是。上帝话安尼讲，我若歌颂你的时阵，我的嘴唇甲你所属我的灵魂，拢必欢呼。阿门。咱兄弟，大家人唱歌的量拢爱加一倍哈，感谢主。来。来，阿乐耶和华，我阿乐耶和华，我虔诚耶和华，我的故乡就算有。
咱上帝，咱要来投靠伊。咱要有这首歌，投靠才会学乐。咱投靠伊，咱就来学乐。万军的耶和华，你一位是阮亲像你咧？你信息伫你的四周围，看见你的人要见笑无比。万军的耶和华。万军的耶和华，一位君王亲像你，你的信心比你的行为，看见你的见笑无比。
有什么款的挂碍，拢交托着伊，因为主伊全能的，这个是果入伊内面，拢得着保护咱来祈祷，为着家己，为着国家，为着你的家庭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伫大水泛滥的时阵，你愿做王，主啊，你做王到永远。永远做王，你伫宝座顶做王。主，我要来感谢你，我也要来歌靠你，因为你是我的万赞，你是我的平安锁。我靠家己，所挂念的代志拢交来你，让阮的心清，让阮的心清，你继上帝你的眼光。老哥你啊，你享受十足的平安，大水泛滥。来宣告安尼讲，大水泛滥的时刻，你只不做定做王，不管风雨向恶。广告，哈利路亚！主的名是河顶的水，互咱心中满了喜乐，水也甘甜来称颂伊的名字。心灵天国不言。
来心内面，有你，最完美，这就是所有梦想。连甲咱做伙，互咱每日来思考伊，每日咱讲我要只有来信靠主，日日夜夜我要来信靠主，阿门。看啥代志咧包围，什么款的看界，信靠主就得运惠。每日我信靠主。信靠主，虽然我的心真切，心爱所主就必稳定，时时刻刻
感谢上帝，你的恩典，你的疼痛到也原用。当阮伫阮人生当中每一个时刻，阮知影，阮着来信靠你，阮着来超找你，阮的活命就会对你得到平安，得到愿望。主啊，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仰望你，为着今仔日的风台天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保守，你的看顾，互阮尽拢平安。互阮伫上帝你的殿中，阮犹原会当来学乐，来歌唱，这是上帝你何等美好的恩典。因为阮投靠伫你的膝骨下面，阮的活命就得到上帝你完全的保守。阮的活命就伫你的内面，阮有一个定心的愿望。阮知影，阮倚靠你，阮仰望你，阮的一生就行伫上帝你的正路当中。主啊，求你引带，求你看顾，求你亲自保守伫阮活命当中每一个时刻，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阮人生当中仰望你，阮的心就得到平安。我感谢你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同心来上读诗篇23篇，请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。因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，伊予我的灵魂静养。因为家己的名，因带我行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无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你的肝拢安慰我。伫我对敌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抹了我的头。予我的福杯满溢，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慈爱对着我，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坐。是上帝推，上帝管，拢咧引带咱行伫正路。阿门。继续咱来启应上帝的话，第10篇，伫这个27篇，我启应合做伙来。普天的长远耶和华欢呼，恁着乐意服侍奉耶和华，着来应伊歌唱。恁着爱晓得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做的，也是属伊的。咱是伊的民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着轻声进入伊的门，着感谢伊。称颂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伊的主爱存到永远，伊的信实直到万代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！真欢喜，伫风来天看到各位迄个听主的心，迄个信心甲勇气。下面的时间，将讲道来请少伟传道。请咱同齐来掀开伫周报第4面，周报第4面也是咱有早咱家己的圣经，咱会当来掀开。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8章16节到20节。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。这段经文是咱拢应该拢是有正熟的经文，咱着搁一摆咱伫圣经当中，咱同心来敲找上帝的心意。咱同齐来上读这段经文，请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顶，因见了耶稣就拜伊，但是阁有人犹疑。耶稣进前来对因讲。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拢赐予我了，所以恁着去，互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爸囝圣灵的名为伊行洗礼。既然我所吩咐恁的，拢教示因遵守，我就时常甲恁同在，直到世界的落尾。阿门。咱搁一摆，咱同心来祈祷。疼痛世间人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疼痛，你差遣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为阮的罪来死。
定死伫十字架顶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后来伊证明赢过死亡的权势，证明赢过所有罪恶的权势。所以，阮来到伫耶稣的面前，信靠伊，仰望伊，阮的活命就对你得到完全的救恩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疼痛拯救阮，因为你的疼痛，互阮的心会当来甲你对齐，互阮会当领受对你所来的福气，阮嘛会当将这个福气分享互阮周围的人。求你搁一摆引带阮，互阮知影，阮正做一个基督徒，阮正做一个信靠耶稣的门徒。阮伫世间要怎样继续为你来活？求你引带看顾下面的时间，互阮对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启示，得到上帝你的引带。阮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吼是7月初6吼，已经世界末日已经过啊吼，感谢主，上帝保守咱拢平安。今仔日咱要做伙伫上帝恩典当中，咱做伙来对马太福音第28章的经文，咱要来思考。伫耶稣的门徒班的讲道当中，最后一篇讲到耶稣伊割活了后，伊是怎样呈现伊的门徒，并且伊甲伊的门徒讲，伊要甲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落尾。直到世界的落尾，咱感谢主，上帝保守看顾，互咱到世界的落尾，咱拢有上帝的同在。这段经文，咱若看到，咱就知影，这是耶稣最后甲门徒显现的时阵，伊对门徒讲：恁着出去，恁着出去。这是耶稣门徒班的毕业典礼，这是耶稣门徒班的一个毕业典礼。毋知伫咱当中兄弟姊妹吼，敢阁会记得咱过去有参加毕业典礼的过程？可能咱已经离开毕业有一段时间，咱可能有参加过咱可能囡仔的毕业典礼，咱可能有参加过咱孙的毕业典礼。无论怎样，咱会当伫当中来思考一件代志。毕业通常对一个学生来讲，毕业就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。旧的阶段已经过去。新的阶段需要开始定心来进行。伫这个毕业典礼当中，阮伫顶个月的时阵，顶个月6月份，有真侪学校拢咧举办毕业典礼。阮嘛有机会去参加伫咱教会当中青年的毕业典礼。阮就伫当中参加的时阵，阮就看到通常吼，就是参加毕业典礼吼，拢有迄个伫学校的礼堂当中啦，通常拢有这两句话啦。就是安那，今日你以什么学校为荣啦？明仔载吼，就什么学校就以你为荣，就是有这两句话。为什么有这两句话呢？就是安那，今仔日你踮伫这个学校，你就是安那，就是这个学校，就是代表你，这个学校就是来栽培你，来引带你，会当成做一个学习，会当成做一个会当毕业，会当一个好人就对啊，但是明仔载呢，就是当毕业了后，你无搁再属伫即个学校，但是即个学校呢是真做是你的母校，所以你毕业了后，你未来所有伫你人生的下一个阶段，你所有的行事为人，你拢是代表你的母校，你拢是代表即个学校，所以。伫今仔日咱所分享的经文当中，耶稣的门徒班嘛毕业，伫即场聚会当中，就是门徒的毕业典礼。耶稣伫即个毕业典礼当中，嘛是爱甲门徒讲，其实伫以后，恁毕业了后，恁所做所行的，就是咧代表耶稣即个学校，就是咧代表耶稣的门徒班即个学校。但是呢，伫即个毕业典礼呢，甲一般的毕业典礼是无共款的。一般的伫世界毕业典礼吼，阮伫参加即个毕业典礼的时阵，我就听见有一间学校伊的校长咧致辞的时阵，伊就对所有在场的即个家长咧讲，伊就对家长咧讲，
感谢各位家长伫过去3年的时间，将囡仔交伫学校，交伫咱的学校当中，互咱的学校会当栽培因。三年已经过啊，即马我要将遮所有的囡仔交倒去到恁的手中，求恁请恁继续栽培因。这是即个校长伊伫致辞的当中咧讲的，伊的意思就是讲安那学校会对即间学校对遮的囡仔吼，伊的责任就是即三档已经过啊。即个学校对遮的囡仔的责任就是即三档已经过啊。但是耶稣的门徒班甲世间的学校无共款的是啥物呢？耶稣的门徒班，耶稣甲咱讲，我就时常甲恁同在，直到世界的落尾。我就要时常甲恁同在，直到世界的落尾。这是耶稣的门徒班甲世界的学校无共款的，因毋是送毕业生进入到伫下一个阶段，安尼尔。耶稣是讲，我毋是要甲恁交倒转去，互恁家己来生活。耶稣讲，我要时常甲你同在，我要时常甲恁同在，直到世界的落尾。这是耶稣互因毕业生真大的应允。耶稣讲，我要时常甲恁同在，直到世界的落尾。这段经文就是咱真熟的这段大使命的经文。大使命的经文记载伫马太福音的最后。耶稣留予门徒伫当中最后的应允。其实虽然这是耶稣最后予门徒的应允，但是其实呢，耶稣的应允对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存在啊。耶稣的应允伫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存在啊，因为上帝甲咱同在，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的证明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的证明。伫马太福音第1章当中，其实就甲咱讲，圣经伫即个所在讲玛利天使来讲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囝，伊对约瑟讲，你着爱甲伊号名叫耶稣，因为伊将家己的百姓对罪恶当中救出来。这一切代志拢是要应验主藉着先知所讲的话，讲要有即个童女怀孕生囝，人要称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译出来意思就是上帝甲咱同在，上帝甲咱同在。耶稣伫最后的毕业典礼当中应允讲，我要时常甲恁同在。其实耶稣就是咧回应讲，以马内利。耶稣就是咧回应讲，我要甲恁同在。上帝要甲咱同在。耶稣这个名的意思是上帝拯救。上帝拯救，就是代表耶稣来到伫这个世上的使命，为着要拯救世间人离开罪恶甲死亡的权势。但是以马内利的意思，就是上帝甲咱同在。这是代表耶稣来到伫这个地上，上帝亲自成做肉身。要甲世间人同在，上帝亲自成做肉身，要甲世间人同在。这就是圣囝耶稣来到伫这个世间，伊所显明的以马内利。这也是咱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主题——以马内利。这是马太福音伫当中上重要的一个主题。对着1章到28章，要显明一件代志：上帝甲咱同在。上帝甲咱同在，耶稣伫在世日子，就是代表了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同在的意思。安尼，伫耶稣离开了后，伫今仔日的经文当中，耶稣就是安尼咧应允门徒讲，伊的同在永远袂离开，伊的同在永远袂离开。咱就来开始对今仔日的经文当中，咱来思考，耶稣是怎样伊的门徒来显明伊的同在呢？一开始，经文甲咱讲，在伊的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顶。
伫遮讲11个门徒，因为已经有一个已经死啊，就是卖耶稣的犹大。后来剩的11个门徒，就是遵守耶稣甲因的约定，来到伫加利利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顶。耶稣甲门徒约定要伫一个所在举办毕业典礼，但是这个所在呢，毋是耶路撒冷这座君王的城。耶稣要举办毕业典礼的所在，是伫一个瓦郡外邦人的所在，是一个庄卡所在，加利利。咱若是知影伫圣经当中的历史当中讲到，伫圣经耶稣迄个时阵的即个犹大地伫当中，即个地图讲到，这是犹大地犹大省吼，即个犹大省吼伫当中犹大地区，这是耶路撒冷，这就是伫当时宗教的中心，所有敬拜上帝的人拢望会聚集伫耶路撒冷，因为圣殿伫遐，因就是要来伫遐来敬拜上帝。所以照道理来讲，应该若是耶稣要差遣门徒吼，伫耶路撒冷可能较好哦，因为这是一个宗教的中心，所有的信徒聚集伫遐，伊就伫当中来差遣门徒哦，这是一个真水的画面。但是耶稣无选择伫耶路撒冷，耶稣讲伊要选择伫加利利。加利利对耶路撒冷踮伫遐的人来讲，对遮犹太人来讲，加利利其实是一个庄卡所在啦，就是离开即个都市真远的所在，并且呢，伊是瓦郡外邦人的所在，伫遮所有其他的所在拢是外邦人徛起的所在，所以其实加利利伫当中嘛有真侪外邦人，所以伫当中。耶稣选择伫加利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加利利对耶稣甲伊的门徒来讲，有一个真特别的意义。这是耶稣的家乡，嘛是门徒的家乡。是因一开始拄着耶稣，并且决定要来跟对耶稣的所在。简单来讲，这是因就是伫加利利受呼召的。咱若阁会记得。伫耶稣的门徒班的讲道当中，第一篇，咱就讲到耶稣要呼召这门徒，呼召迄4个门徒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甲约翰。这4个门徒，耶稣就是叫因讲安那，要放落因的遮的网啊，就是要来安那。因原本是咧掠鱼的，因就讲要放落因的网啊，放落因的船，因就是要来安那，要来跟对耶稣。因原本就是伫加利利海遐，正是做一个掠鱼的人。但是因对迄个时阵开始，因决定要来跟对耶稣。为什么耶稣甲门徒约伫加利利呢？耶稣是伫即个时阵来甲因约定的。伫马太福音26章，当耶稣受卖的进前，耶稣要被掠的进前呢，耶稣对迄暝最后的暗顿了后，耶稣对因讲：今暝恁要为我的缘故来跋倒，恁拢爱跋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讲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但是我以后，我要伫恁进前往加利利去，我要伫恁进前往加利利去。这是耶稣甲门徒约定讲。我了后，我甲恁约定，要见面的所在，就是伫加利利。我要甲恁约定见面的所在，就是伫加利利。所以，耶稣伫即个时阵甲门徒约定，但是安那门徒迄个时阵听袂入去。门徒迄个时阵就跟他想讲，我无爱耶稣，互人掠去；我无爱耶稣去受苦，我就是要来保护耶稣。门徒迄个时阵就是敢若想着迄。但是伫即段预告当中，耶稣已经先预告讲，门徒会跋倒，门徒会跋倒。跋倒的意思就是安那，因的信心会软弱，因的信心会软弱，因无法度继续陪伴伫耶稣的身边，伊要互耶稣要家己一个人要来承担遮的刑罚，家己一个人要来承担遮的痛苦，所以这就亲像。羊因为牧羊的人受人攻击，羊就分散。
耶稣就伫即个时阵讲，要约好一个，当分散了后，咱阁会当组织做伙的地点，就是加利利。当马太福音28章一开始讲到耶稣割我了后，有一寡妇人人去找耶稣，因就看见即个坟墓已经空啊，坟墓耶稣无伫内底啊，耶稣就因显现，耶稣就甲因讲一句话，毋通惊吓，恁去甲我的兄弟讲，叫因往加利利去，伫遐要看到我，伫遐要看到我。这是耶稣对因遮的妇人人所讲的，恁转去甲遮的门徒讲叫因即个时阵往加利利去，因为约定的时阵要来啊，约定的时阵已经到啊。对门徒来讲，耶稣的受苦甲受死，对因心内面是造成真大的冲击。但是因为因过去，因捌掠做讲，因所掠做的这位君王，因所军队这位君王，因上大的瓦克，竟然是用这款的方式来离开因。但是耶稣已经有大声知影讲，门徒会因为安尼跋倒，所以因就提早安排一个会当会合的一个地点。因就伫当中，耶稣甲门徒讲，咱要组织伫加利利这个所在。耶稣为什么要甲因约定伫加利利因忘掉的所在呢？这个所在就是代表耶稣起初甲因起初拄着耶稣军队耶稣的所在，这是门徒忘掉的所在。耶稣要互门徒知影，因是对倒位开始受呼召，因着爱伫倒位，搁一摆开始因的服侍。当耶稣互人掠去、受苦、受死了后，门徒的服侍其实就暂停啊。因毋知影因搁会当做啥物货，因毋知影因所做的代志，敢搁会当因过去所做的代志，敢搁会当继续来完成。因敢若想讲耶稣离开咱啊，耶稣离开阮啊，阮无法度，阮未来毋知影要往倒位去啊。但是即个时阵，耶稣甲因约伫加利利，耶稣的意思就是要互门徒知影，恁伫倒位受呼召，恁着爱伫倒位，搁一摆开始恁的服侍。恁的服侍是啥物呢？毋是甲耶稣做伙来搞啥物革命，要来推翻这个罗马政府。恁的服侍是倒转来到伫起初恁军队耶稣的心意，去医病赶鬼，传天国的福音。你帮助世间人认捌耶稣，帮助世间人领受天国的福音，帮助世间人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这才是耶稣甲门徒约定伫加利利这个意思。我用一个比喻来甲兄弟姊妹来讲，这是伫旧年的时阵伫旧年的时阵呢，毋是嘛有拄着风台天嘛，就亲像今仔日共款。旧年的时阵其实有拄着真侪风台天，并且呢，阁有一摆，若是阁兄弟姊妹有印象，就是有一摆伫暑假的时阵，就连续歇3天风台假。连续歇3天，就是风台行足慢，就连续歇3天风台假。伫迄个时阵呢，我伫新学院有一个同学，伊就伫当中，伊就伫因教会的脸书顶面，伊就分享即句话，伊就分享讲，已经要连续3天的风台假，伊较想着讲，原来会当上班上课是何等大的稳定。原来会当上班上课是何等大的稳定，因为有安那有大环境的保护。若是一旦环境受风台迫害，搁再济停班停课嘛无法度来弥补即个时阵，即个环境踮伫一个真可怕的灾难当中。伫即段伊所讲的即段话当中，其实就甲人讲安那，咱爱知影会当上班上课，其实是上帝稳定。通常特别是学生
拢想讲吼，风台来的时阵，拢会想讲哦，风台来我就想要放假啦。风台来吼，哦，这个风台那会选伫礼拜日来啦吼。这个风台吼，若是礼拜一来，安尼偌好呢。吼，风台若是拜一来吼，我就毋免上课啊，我安尼偌好呢。通常吼，人拢会安尼想。但是若是第一天放假的时阵，感觉哦，真舒适，踮伫厝里真好，看电影啦、追剧啦，安尼偌好。第二天的时阵，哦，若是搁放假，就搁想讲哦，安尼真好啦。若是会当继续放休困落去，安尼上好啦。到伫第三天，才开始知影讲哦，原来即个风台对咱的环境造成真大的破坏。原来即个风台对咱的所徛起的所在产生真大的灾难。可能有一寡所在咧淹水。可能有一寡所在山顶咧土石流，可能有一寡所在人已经无厝会当倒转去。通常咱拢想讲，哦，放假偌好，拄偌好。其实咱爱想的代志是安那？是会当上班上课，是上帝恩典。若是风台假愈放愈济，就代表咱的土地受到伤害是愈大。所以其实。我用这个比喻是要来讲，其实门徒因就是咧经历，亲像风台共款。伊的心境，当经历耶稣互人掠去、受苦受死，因的心境就亲像拄着风台的这受灾的民众共款。因看起来是放假，哦，因这个学校已经休困啊，免阁继续上课啊。但是这毋是一个真欢喜的放假。因为因毋知影因未来要往倒位去，因毋知影因未来阁会当为着什么代志来努力。但是耶稣伫即个时阵因显现，互因应允讲：我要时常甲恁同在，我要时常甲恁同在。这就是咧甲门徒讲：恁会当重新开始上班上课，恁会当重新开始上班上课啊！对因来讲，这就是倒转去到伫因过去军队耶稣日常生活共款。因过去军队耶稣的日常生活，就是耶稣咧做啥物货，因就对着耶稣咧做啥物货。对着遮个门徒来讲，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甲愿望。耶稣讲，耶稣的门徒班，咱会当倒转来开始上班上课啊！倒转来就是要来参加这个。毕业典礼，耶稣要甲遮个门徒讲：恁爱倒转来，重新倒转来到伫起初的呼召当中，领受以马内利的恩典，领受以马内利的恩典，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同在，这是上帝应允，互咱何等大的恩典甲福气。因为上帝讲，伊甲咱同在，伊互咱。已经死去的心，已经无愿望的心，重新找到一个努力的方向，重新找到一个人生的愿望。第二个部分，咱再来看，第17节当中，甲人讲，这门徒来见了耶稣，就拜伊。但是安那经文甲人讲，但是阁有人犹疑，伫当中阁有人咧犹疑。咱无确定讲，伫遮所讲有人犹疑是包括倒一寡人。有诶一寡研究圣经诶学者咧讲，可能是门徒当中阁有人咧犹疑。有诶人讲，哦，遮个犹疑诶人吼是无包括门徒，门徒是拢足相信耶稣诶，犹疑诶是一寡在场诶其他诶人。无论是啥物款人，伫马太福音诶记载当中，甲人讲。若是伫马太福音的记载当中，这是耶稣唯一的一摆向门徒来显现。所以，若是门徒当中真正有人的犹疑，这嘛是真正常的代志。因为对死过活这件代志是超过自然的法则，所以对一般的人来讲，因是无法度马上就会当相信讲，哦，耶稣真正对死过活。因可能阁有一寡。怀疑讲，耶稣敢真正过活吗？耶稣敢是自己这姊妹
咧甲咱讲要组织伫遮，敢是安那？敢是可能是干那要安慰咱尔，安慰阮尔？敢有可能耶稣就真正伫遐吗？这是因伫当中的谣言。其实有人怀疑即件代志，颠倒会显出人的本性。其实人真正的人性，就是因亲目看到讲已经死去、已经断开的耶稣。若是搁一摆出现伫因的面前，因可能拢会想讲安那，哦，我敢是咧做眠梦，啊，这一定是安那幻觉啊，敢有可能呢？所以即款的谣言颠倒显出门徒甲咱共款，拢是人，拢是一般的人，拢会甲咱共款有遮的人性，会谣言，会伤心。但是相对来讲，咱嘛甲遮的门徒共款，咱需要耶稣来坚固咱的信心。咱需要耶稣来坚固咱的信心。咱过去伫咧分享耶稣的门徒班的讲道当中，有真侪比例，咱拢咧讲到安那，拢咧讲到耶稣的教导。耶稣的教导拢是咧教导门徒遮的信心的功课，拢是咧教导门徒遮信心的功课。咱若是看到过去耶稣的门徒班的讲道当中，这4篇讲道拢是咧讲耶稣，拢是咧教示门徒讲，要怎样会当借着信心来倚靠耶稣，来仰望上帝。要怎样会当借着信心，凭信心来跟对耶稣？为什么耶稣一直爱教导门徒遮的信心呢？因为安那，因为耶稣所做的代志，真正是超过世间人所想的。若是照着世间人平常的道理来讲，无法度理解耶稣会安怎做，无法度理解耶稣安尼做的意义是啥物。敢若会当安那凭信心来相信讲耶稣安尼做有伊的意义。所以耶稣一直咧操练门徒的信心。耶稣一直咧操练门徒的信心，就是安那，因为人的心就是真容易软弱摇移。所以人的信心，人的心就是需要互耶稣搁一摆来坚固，搁一摆来眺望因的信心。我用一个比喻，搁来甲兄弟姊妹讲。平常时，若是礼拜日的时阵，咱拢会来做礼拜，对无？平常时礼拜日，咱拢会来做礼拜。敢有人会特别每一礼拜拢甲你通知讲，哦，今仔日有主日崇拜哦，你会记起来做礼拜哦。有人会甲你通知无？其实无呢，真正可能伫咱教会应该无啦，应该无人会甲你通知讲吼，今仔日有主日崇拜，你爱来做礼拜。啊，为什么咱每一礼拜拢会来？因为安那，这是平常的道理。咱相信这个平常的道理，就是讲安那哦，因为每一礼拜就是固定会有这个主日崇拜，袂改变的，拢会有这个主日崇拜，这是平常的道理。咱就相信，咱就会来参加。但是今仔日呢，今仔日是风台天，昨暗的时阵，市政府就宣布讲，哦，今仔日要停班停课，安尼。就开始有一寡人会想讲，安尼教会今仔日有开吗？安尼教会敢是停班停课？敢是今仔日就无主日崇拜？所以伊就会安那，会去敲电话，会去伫赖顶面来问讲，啊，礼拜日敢有正常主日崇拜？伊就会安那会确认，这就是安那，这就是遮咧讲的谣言啊！这就是遮咧讲的谣言，因为安那甲平常时无共款呢，这已经超过平常的道理。伊就开始会怀疑讲，敢真正遮个代志会照着平常的道理来进行，也是可能会改变，可能甲平常时无共款啊。伊就开始会怀疑，这毋是代表咱无信心哦，这是因为有怀疑，咱就需要安那，咱就需要搁去确认，搁去求证讲哦，敢是真正有即件代志。门徒就是伫遮所讲的怀疑，就是咧讲到安那，因敢是真正，耶稣敢是真正会出现吗？耶稣敢是真正甲咱约伫即个所在吗？所以耶稣是怎样来回应遮个门徒呢？伫18节的时阵，
耶稣进前来，就对因讲：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，拢属乎我。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，拢属乎我。耶稣即摆回应，甲以前无共款啊！以前若是门徒咧怀疑的时阵，耶稣就责备因讲安那，恁这小信的人啊，恁为什么信心小呢？恁这小信的人啊！但是耶稣即摆无搁再责备因讲恁这小信的人。耶稣伫即个时阵，因颠倒用一个搁较正面、搁较积极的方式来对门徒讲：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拢属乎我。耶稣意思就是讲，伊有权柄，伊确实已经搁我，伊赢过所有死亡的权势，嘛代表了因门徒的保证，保证讲伊伫一切代志顶面掌权，伊保证讲我甲恁同在，伊保证我甲恁同在。耶稣对门徒讲：我要时常甲恁同在。这是耶稣对门徒挂保证，挂保证讲：恁倒转来找我，我要保证要永远甲恁同在。我要找去恁出去，我保证要永远甲恁同在。因为耶稣伫一切代志顶面，伊要掌权。伫过去的这个礼拜当中，我参加伫上即个青年的营会当中。我已经参加几啊档，伫今年嘛继续参加伫即个大会当工的服侍。伫真侪大会当工伫当中，有真侪的时阵需要伫当中做祈祷的服侍，就是要来为所有参加者的青年，有一寡伫聚会的时阵会呼召因出来，要来为因祈祷。这呼召毋是干那讲是要信耶稣的决志的祈祷，可能有一寡无共款的祈祷。其中一场的聚会当中，就咧呼召讲，若是你感觉讲哈，你就是对在场的青年人讲，若是你过去感觉你伫你的生活当中有真欠缺即个父亲的疼，欠缺即个父亲的疼。就是讲，可能你的父亲、你的爸爸无踮伫你的身边，可能伫你的生活当中，你时常受到你爸爸的伤害等等的，就是你真欠缺即个父亲的疼。你会当来到伫台前，我会当为你来祈祷。伫即个时阵，就有一寡青年就来到伫台前，其中我就为着一位青年来祈祷。我为即个青年来祈祷的时阵，我就问伊讲，我会当安那为你来祈祷呢？伊就讲，伊是踮伫可能是台东还是屏东遐的原住民。伊是一个原住民，伊就讲安那，伊已经是高中毕业，要升高中啊。但是伊升高中的时阵呢，伊就必须要离开伊的家乡，伊爱伫外地读册，因为伊的家乡内面无高中会当读，所以伊若是要读册，伊就需要离开伊的家乡，去到伫外地咧读册。伊就讲安那，伊感觉讲吼，伊若是去外地读册吼，伊就是敢若剩伊妈妈伫厝里，伊真挂心因妈妈，伊真烦恼伊妈妈家己一个人踮伫厝里。我就讲，所以你爸爸是已经无伫的吗？伊就讲对，伊爸爸已经无伫。我伫迄个时阵，我就心内面真感伤啊，感觉讲即个青年人，伊伫真少年的时阵，伊就来承担伫厝内面即个真重要的责任。伊为着伊的妈妈真烦恼、真忧愁。伫即个时阵，伊的忧愁、伊的烦恼，就是讲哦，我无法度继续踮伫妈妈身边。安尼妈妈的生活敢过会去？所以伫迄个时阵，即个青年伊需要得到安慰，需要得到鼓励，就是安那，就是鼓励因讲，上帝会甲你妈妈同在，上帝会甲你妈妈同在。这嘛是我为伊所做的祈祷，我着安慰伊，我着讲，上帝会甲你的妈妈同在。
上帝的保守，上帝的看顾，上帝甲你的妈妈同在。耶稣的门徒伫即个时阵，伊就是需要耶稣来为因挂即个保证，保证讲我会永远甲恁同在，因为因已经失去耶稣一摆啊。因对因的心内面来讲，因的感受，因已经失去耶稣一摆啊。所以当因搁一摆看到耶稣的时阵，耶稣互因的应允对因来讲真重要。耶稣就应允因讲安那，我要永远甲恁同在，我要永远甲恁同在。耶稣就是咧挂保证讲，我袂搁离开恁啊，我袂搁离开恁啊。虽然耶稣的肉身会离开因，但是耶稣应允是讲，我要永远甲恁同在。这才是耶稣对因的挂保证。这是门徒，迄伫这个时阵，搁咧犹豫的门徒，会当放落因心中的石头，会当定心将因人生的焦点对齐伫耶稣的身上，搁一摆来仰望耶稣的带领，讲是对，我会当来跟对耶稣，我会当来跟对耶稣。所以耶稣对伊的门徒讲：你得爱信靠耶稣的权柄，仰望以马内利的安慰，仰望以马内利的安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以马内利对这的人生失去方向，对这的人生已经受伤的门徒来讲，是真大的安慰甲盼望，是真大的安慰甲盼望。因为耶稣为因挂保证，保证讲我要永远甲恁同在。耶稣的保证解决了因的犹豫，刷落来，耶稣就是要互门徒有这个使命。耶稣要互门徒有这个使命，讲恁有即马有更较重要的代志爱去做。耶稣讲，所以恁着去，互万民成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囝圣灵的名为因行洗礼。既然我所吩咐恁的，拢教是因遵守，我着时常甲恁同在，直到世界的落尾。这段经文时常互人来讲，时常互人来讲到这个大使命。伫这段经文当中讲到有真侪行动，真侪这个动词啊，就是讲耶稣爱门徒去做的代志。耶稣其中所有真侪人拢咧讲到这个耶稣爱门徒去做的代志，讲恁着去，互万民成做我的门徒，为因行洗礼，教是因遵守。哦，这是真侪这个行动，这个动词。但是其实呢，伫当中主要的动词是倒一个？主要的动词吼，真侪人咧讲主要的动词是去啦。但是其实若是照着希腊文的文化来讲啦，吼，文法来讲，这个主要的动词是即句话：互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互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伫即句话大使命当中，上主要的行动就是互万民成做耶稣的门徒，互万民成做耶稣的门徒。这就是安那？这就是门徒训练，这就是门徒训练。要怎样互万民成做耶稣的门徒呢？就是安那？就是既然耶稣所吩咐的，拢教是因遵守，拢教是因遵守。这是一个门徒训练的传承。我简单来讲，就是安那？简单来讲，就是甲耶稣伫世上所做的代志，搁做一摆，搁做一摆。耶稣怎样引带这个门徒？恁嘛安那？恁嘛搁做一摆，来引带后一批的门徒，引带后一批的门徒。耶稣过去怎样带领这个门徒？门徒嘛会当怎样来带领后一批？嘛会当怎样来带领后一批的门徒？耶稣伫世上医病赶鬼传福音，伊咧做的代志，就是咧互人经历上帝的大能，领受天国福音，换命就受改变，成做主的门徒。耶稣的服侍，就是要互人经历以马内利。所以耶稣爱伊的门徒，嘛甲伊做同款的服侍，就是将以马内利。上帝的同在
带到伫遮的人群当中。这开始咱的大使命，咱的大使命就是爱安那，就是爱互人经历上帝的同在。咱的大使命就是爱互人经历上帝的同在。耶稣的应允，耶稣的应允是甲门徒同在。耶稣的应允是甲门徒同在。同在意思就是安那，就是互人经历伊玛内利。耶稣爱门徒承接因一生的使命，互人经历伊玛内利的上帝，互人经历伊玛内利的上帝。耶稣的应允是同在。耶稣的应允毋是讲，恁若出去，恁若去，互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我着安那，我着互恁凡事拢顺利，我着互恁做啥物代志拢真顺利，拢真兴旺，毋是安尼。耶稣讲，我要甲恁同在。耶稣毋是讲恁做遮的代志拢会成功，拢会顺利，你做遮的代志拢会当达成恁的目标，毋是安尼。耶稣的应允是，我也要甲恁同在，因为同在耶稣的同在这件代志，是比所有的顺利、成功搁较好。耶稣的同在比一切咱所掠做好的搁较好。伊玛内利，上帝的同在意思，是踮伫咱活命当中真重要的使命，要互咱去引带人。互咱身边的人借着咱经历伊玛内利上帝的同在。伊玛内利毋是干那是一个名字，伊玛内利是耶稣伫地上、伫世间的代表。代表讲，伊道成做肉身，上帝成做肉身来到伫世间，陪伴世间人来生活。到伫今仔日，耶稣虽然差遣门徒了后，伊就上天去。但是耶稣犹原甲咱同在。耶稣差遣圣灵踮伫咱的心内，就是要互咱经历伊玛内利。咱会当伫遮来主日崇拜，来敬拜上帝；咱会当伫祈祷当中来仰望上帝，来向上帝来祈祷。这拢是因为伊玛内利，因为上帝甲咱同在，所以。伊玛内利应该是咱每一个基督徒人生当中上重要的信念，上重要的信念。咱相信上帝甲咱同在，咱相信耶稣基督甲咱同在，咱相信圣灵甲咱同在，咱相信咱一生的道路当中，咱所有服侍、所有引带人来明白上帝这个服侍。伫咱服侍当中，上帝就会甲咱同在。伫上宴会当中，最后一天的时阵，活水教会陈英敏牧师伫当中分享讲道的时阵，伊讲了一个故事，讲了一个比喻，我感觉这个比喻真好，真插着我的心，我嘛甲各位来分享。这个故事甲咱讲讲伫一个冷冻的工厂当中，有工人伫当中要来做遮个冷冻库当中的工作，要来做遮个冷冻库当中的工作，因着两个人就踮伫冷冻库当中。后来呢，有一件代志发生，所以其中一个人就先出去离开这个冷冻库，但是一出去的时阵，伊就无小心把这个冷冻库的门就关起来。关起来呢，这个门是爱对外口才会当开的，对内底袂当开的。所以另外一个人就互伊关伫这个冷冻库内底，但是外口这个人拢无发现。所以内底迄个人就开始真惊吓，开始讲是啊，安尼我踮伫冷冻库，我会安那？伊就开始咧弄门，弄门都无人咧回应，就开始咧敲电话，但是冷冻库内底拢无讯号，伊就开始想讲安尼是啊，我一定会伫冷冻库当中安那会寒死啦！我一定会寒死。伊就开始，伊就真惊吓，伊就真惊，伊就一直咧求救。后来呢，
后来伊过一工的时阵，其他的工人来甲冷冻库拍开的时阵，就发现讲哦，即个工人，互关伫内底，即个工人已经安那，已经死伫内底，啊，就伫当中，即个法医咧验尸的时阵就讲，无毋对，即个人确实是安那，是寒死的，冻死了。但是呢，伊咧检查即个冷冻库的时阵，即个警察咧检查即个冷冻库的时阵，伊就发现讲安那，发现讲，其实即个冷冻库的冷气无开啦，就是内底其实是袂寒的啦。冷冻库其实伊内底的冷冻的开关是无开的，其实内底的温度是安那，是袂伤低的。但是呢，即个人伊就是安那，伊就是心内面一直感觉讲，我会寒死，所以伊的身躯，伊的细胞吼，就一直受到大脑传达的讯息，就是讲安那会寒，所以伊就一直足寒，伊就真正寒死啊！毋是真正外口的环境足寒，是因心内面的信念，因感觉讲我会寒，所以伊就寒死啊！这个故事甲咱讲这个意思，是咧讲安那？是咧讲其实人的信念会怎样影响一个人？人心内面的信念会怎样影响一个人？若是我一直相信讲，哦，我无法度，我做袂到，我无法度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耶稣差遣我，但是我无法度做会到，因为我无相信耶稣已经告我无相信耶稣已经安那，伊就是若是咱心内面一直拢是我无相信，一直拢是讲我做袂到，安尼你就真正做袂到，因为你的身躯、你的身体的动作，就是受到你的大脑的影响。但是你的相信，若是你的信念是相信讲上帝甲咱同在，若是你的信念是相信讲耶稣为咱挂保证，伊甲咱同在。若是咱的信念是相信讲，咱若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出去。奉父子圣灵的名为因行洗礼，既然耶稣所吩咐的拢假使因遵守，若是咱的信念是相信安尼，耶稣就甲咱同在，安尼咱就做会到，因为咱相信上帝甲咱同在，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以马内利是每一个门徒。每一个基督徒一生应该爱有的一个持守的信念，咱爱领受以马内利的恩典，蒙受以马内利的安慰，带着以马内利的应允，去做互人经历以马内利的服侍。当咱的活命领受着这个耶稣互咱的使命，这个使命。就是爱互人，因为咱去经历上帝甲咱同在，这个真美好的恩典。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将这个信念时常放伫咱的心内面，相信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同在。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同在。门徒的毕业，开始了因新的侍奉阶段。因会当继续引带后一批的人成做门徒，最后咱伫《使徒行传》当中看到，这个人组织成做教会，后来门徒的使命就成做教会的使命，一直传承2000年，一直到今仔日，咱的使命甲起初门徒的使命拢同款，教会的使命。就是门徒的使命，要互人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基督徒一生服侍的道路，就是咧这个世界彰显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同在。以马内利，
上帝甲咱同在。这是耶稣基督，互咱真美好的应允。咱爱知影，咱毋是靠着家己咧服侍，咱也毋是咧起造属伫家己的帝国，咱是咧甲耶稣、甲上帝做伙同行，做伙同工。咱要将上帝荣光的国对天顶带到地面上，互地面上的人甲咱做伙经历天国的大能，互地面上的人甲咱做伙经历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同在。愿上帝赐予咱，引带咱，互咱的活命时常踮伫上帝的同在当中，甲伊同行，甲伊同工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听从世间人的主上帝，垂欠世间人的主上帝，阮来仰望你，阮对你领受这个听，阮对你领受这个应允，阮对你领受以马内利这个永远无改变的应允。你甲阮同在，愿阮的活命就是虽然阮踮伫一个无信心，虽然阮踮伫一个真软弱、真忧愁的状况当中，阮的心悠然仰望你，因为阮知影，阮的活命伫上帝你的手中，因为阮相信上帝你甲阮同在，这是阮一生持守的信念。主啊，虽然阮伫世间，阮着甲门徒共款，阮犹原会伤心，阮犹原信心会软弱，会犹豫，阮犹原会有一寡代志是阮无法度勇敢会当向前行的。但是主啊，愿阮的心会当来投靠你，愿阮的心会当来倚靠上帝你的恩典、你的大能，互阮知影，阮伫即个世间，阮有阮所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甲阮做伙行天路。阮有你，甲阮做伙来引带阮行天路。阮的人生就有盼望，阮的人生就无惊吓，阮的人生就会成做上帝你手中美好的工作，会当向世间人见证以马内利，上帝甲阮同在。感谢你。你美好的恩典，你美好的疼痛，引带带领，愿阮的一生行伫上帝你的道路当中，永远无偏离。阮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下面的时间，咱要同心伫主的面前来奉献。奉献是咱对上帝恩典的回应。上帝赏赐予咱伫活命当中有真侪真美好的恩典，互咱会当伫当中，嘛会当借着咱的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，将即个恩典分享出去，回应上帝甲咱同在。咱借着咱的奉献，会当咱帮赞真侪伫世间有需要的人，互因经历上帝甲咱同在，即个真美好、永远疼痛的恩典。请咱同齐起立，咱做伙伫主的面前，用诗歌成做咱的敬拜，成做咱的奉献，咱来回应上帝的听。我乐耶和华，我称颂耶和华。我歌鼓相求宣扬，我乐耶和华，我称颂耶和华，我诚心敬拜永无煞。万军的军，万王的王，我乐伫你宝座前。
早知今知，永远的主，多多你看着尊重甲荣耀。我阿罗耶和华，我称颂耶和华，我歌鼓双手宣扬。我阿罗耶和华，我称颂耶和华，我诚心敬拜永无线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天父上帝亲自看顾保守你的心，互你倒转来到伫起初的呼召，无论伫什么款的状况当中，拢会当倚靠上帝的同在，得到完全的平安。愿主耶稣基督坚定的应允向你来显明，互你虽然踮伫犹豫也是软弱当中，有缘会当经历伊信息的同在，活命充满力量甲愿望。愿世人智慧较启示的圣灵引带你，充满你的心，互你会当伫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出主门道的样式，互人会当因为你来经历上帝同在的大能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灵的感动甲引带，时常甲你同在，特别甲你厝邻的人三个同在，对担直到永永远远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请坐。咱第一堂主日崇拜就到这，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